去韓國用200蚊就解決困擾我多年嘅腐乳問題，全身做4個醫美療程，埋單都係2000蚊。首爾呢間醫美診所我已經第2次回訪啦，第一次做完覺得呢度環境同 service 都好滿意，重點係價錢超抵，而且效果好明顯。第一次嚟主要做面部輪廓同改善膚質嘅療程，今次就主要想針對改善身形。哇，見到個價錢表真係嚇親，原來打一次溶脂只係幾百蚊嘅事，真係唔怪得啲韓妹個個都魔鬼身材啊！呢兩嚿腐乳存在咗喺度10幾年，原來打一次就已經解決問題。另外仲打咗瘦手臂針同埋肚腩溶脂針，效果自己睇上啦，唔使我多講。今次仲做咗一直都好猶豫嘅瘦肩針，本身驚打完之後膊頭會用唔到力，但顧問同我 check 完之後覺得我斜方肌過分緊縮，應該係平時姿勢同發力唔正確導致。打完呢，我必須誠實話俾大家聽，足痛咗2個禮拜，特別係孭袋真係超級痛。但之後見到膊頭變咗直角肩，望落都唔再虎背熊腰，成個體態靚咗好多。想參考我做嘅療程就喺下面留言啦。